嗱，我感覺咧，我好似明星嘅感覺啊！你真係同大家一齊分享呢個母親節，你諗下，我都好想呢個 T 台嘅喎，得唔得啊 ？OK， 嗱，俾大家認可之後咧，我諗咧大家嚟參加我哋金圖天下嘅呢個感恩嘅節日咧，我首先非常之多謝大家先嚇。首先咧，多謝各位團友，多謝各位 fans， 多謝各位供應商，多謝親朋好友。難得咧，其實我哋大家一齊開心咧，就必須有一個人或者一個團體或者一間公司搞一個節目，大家先至歡聚一堂，係咪啊？當然啦，最緊要就有大家嘅支持啦，係咪啊？好，嗱，首先咧，祝在座嘅各位母親節日快樂，母親辛苦啦嚇，身體健康，身體健康。當然啦，有母親都有父親啦嚇，咁咧我都祝在座嘅各位父親咧，嚟緊嘅父親節快樂快樂再快樂，好唔好啊？好啦，嗱，我哋今次有咁樣嘅晚會，除咗有我哋各位在座嘅支持之外咧，當然啦，唔係靠盧生喺呢度講幾句説話嘅。嗱，首先咧，金圖天下咧都榮幸咧邀請到何永賢曾航生兩位明星嚟傾情演出。因為咧，我點解請到佢哋兩個？因為咧，應該我係90年代嘅時候唱《再見已是朋友》，成日唱我都唔知道係邊個唱嘅，但係去卡拉 OK 嗰度咧，成日都唱，真係唔知邊個唱嘅。咁咪揾經紀公司嘅時候傾其中一個明星嘅時候，咁諗下，佢就話你不如請一對，因為我舊年請咗一個明星，今年咧我都要突破。突破咧？我要請兩個，後邊咧請邊兩個我真係唔知嘅。經紀公司話你不如請最見是朋友，另外一個明星咁樣，哇！我確定之後咧，嗰首歌真㗎嚇，講真㗎，攞住個手機評10次都唔平嘅，因為成日唱嘅原來係呢兩個明星啊，咁咪 OK 啦。好啦。都係好榮幸邀請到我哋舊年嘅兩個主持，亦都係我哋港團咧比較熱門嘅主持，Billy 先生同埋家寶小姐啊，好難得㗎，就好似大家認可金圖天下，我都係對我嘅供應商都好認可嘅，做得 OK， 大家一齊做，客人開心，最主要做口碑，咁最後都多謝我哋。金典泰方、酒店方、承辦方都多謝在場嘅工作人員，多謝大家嚇，多謝大家。講到呢個金圖天下咧，係今年咧係第3次改辦呢個母親節㗎啦。不過最大嘅壓力係舊年同埋今年。2024年咧，啱疫情之後嘅第2年，我哋以前金圖天下冇搞過呢個晚會嘅，因為點解？第一，覺得冇信心啊，我可唔可以請到咁多人啊？咁2024年嘅時候咧，係東莞一間酒店，我老婆娟娟就話咧，娟娟咧好多客都知㗎啦嚇，有啲基本上都知道我哋兩個咧金圖天下係我哋一手特首嘅慢慢做嘅。咁咧2024年嘅時候，講真啊，唔係吹水，唔到3個星期收到差唔多400人，因為個場咧都係400人。2024年冇請明星嘅。都係酒店配嘅一個國語主持啫，廣東話主持都冇嘅。咁一下子收到啦。2024年咧真係都非常之開心。好啦，舊年咧我就諗一諗啦。舊年就係東莞咖啡會都係1000人晚宴喎。搞晚會間旅行社都有錢搞，但問題可唔可以請到咁多人咧？呢個壓力非常之大嘅。經過舊年嗰一戰。今年咧比較淡定嘅，講真嚇，舊年800幾人，今年咧就900幾人，93圍900幾人啊，所以咧我哋叫做一路行，一路進步，都係有賴大家各位粉絲同埋新樓客戶嘅支持，真係要多謝大家，多謝嚇，多謝。
咁咧，我哋香港人咧有3句説話咧，我記得好清楚嘅。一個叫做行得走得，多啲出去旅行，多啲玩。我冇講大話嘛，行得走得係咪啊？好，第二個最緊要開心，我都冇講大話噶嘛，大家成日講噶嘛，係咪啊？就係最緊要開心，就算你撞到有少少唔開心嘅時候，盡量開心啦，開心下就 OK 啦。而且我覺得咧，我哋香港人嘅文化有個特點，我哋啱啱開始金同天下嘅時候，一開始嘅時候收下，一間公司可以收幾十人。啊，原來我哋香港嘅文化就中意大家一班朋友開心，10個8個，20、30、30、40，個搞手咧冇任何嘅好處咧，不斷登記名，不斷嗌，不斷取消，真係令我覺得非常，我覺得香港嘅旅行有得做，都係一班人嘅。好，第3個長做長有，係咪啊？都係我哋經常講嘅。咁我哋做旅行社嚟講真，長做長有，點樣做到長做長有？咁我哋公司咧嘅經營嘅理念咧就老實經營，用心出品，呢個係8個字。我經常同我哋嘅團友講，嗱，有啲未參加過朋友問你咧，金同天下點樣？你唔需要講食住遊點樣，你就講呢間公司老實啲喎，我覺得老實啲，3個字，老實啲就 OK 啦。多謝大家。